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顶回有讲过教会的第一讲，教会形象是应该是一个心灵的病院。今日要甲大家讲教会另外一个形象，应该是主内的家庭。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神恩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的话充满快乐。会当更新改变阮的意念，调整阮的生命。所以主啊，阮只是要静静听候你亲自对阮讲话，透过信息，阮来明白主你的心意，也恳求主你帮助阮，会当将你的心意落实伫阮的生活中间，来荣光你的性命。也互阮本身得到利益。愿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牧师是生长伫一个单亲的家庭。我的老爸伫我9岁的时阵就过身。我常常咧想，若无共款经历的人，大概真困难想象。一个老爸离开家庭，对家庭中间其他的成员会有偌大的影响。阮爸爸过身的时阵，我9岁，我两个小妹，一个6岁，一个4岁。对迄刻开始，我的老母就担当整个家庭的重担。伊真正是尽力来养饲阮3位大汉，迄种苦楚，迄种艰苦，是无经历这件代志的人无清楚的。因为我不止一遍伫半暝的时阵，听见我的老母家己伫遐啼哭，也不止一遍看见着老母为着教养阮3个囡仔来烦恼。所以最近总统大选的时阵，有人来攻击赖副总统伊的老厝的代志。我想若有相款的经历的人，就比较开当体谅甲包容这个事。我的家庭拄着即款的代志，这毋是阮愿意的，但是拄着即款的代志。我老母就必须要去面对，但是感谢上帝，有2个真重要的组织，互我伫成长的过程中间得到真大的帮助。第一个就是我的亲族，我的老母的亲族的迄个凝聚力真强，我的外妈。嘛是真坚强啦吼！伊拢爱伊的查某囝，会当带做伙，所以阮就拢带做伙。其中我的大姨吼，伊的先生就是我的大姨丈，伊原本就是咱国家骹球的国脚，但是即边坐飞机失事，过身去。阮这2个家庭拢无老爸，所以只好互相扶持，做伙成长。所以我的表兄若亲像我的大兄同款，伊指导我真侪代志。我的表姐嘛，互阮家庭真大的帮助。所以这亲族的力量非常大。佮另外一个就是教会。教会帮助搁较大。我伫高3的时阵去教会，伫教会中间，我知影有一个疼我的天父。检查伫地面上的父亲真早就离开我，但是因为天顶的天父保护照顾我，所以我也会当得到平安，会当得到我所失去的遐个疼。伫教会中间，特别一寡时段，对我也真照顾。其中
上界听话的，就是我母会的牧师，伊真用心咧栽培我。伊知影我要有意愿要考神学院做传道者，伊就搁较关心我。过年过节，伊拢亲像我是因囝同款，拢会包红包互我。嘛时常带我去了解做一个牧者的工作。我记得有一遍，我的老母拍电话互我，讲伫教会中间有一个姊妹，因先生介绍伫要临终，所以真紧张。拍电话去教会，拄牧师外出无接到，所以期待我老母期待讲我会当先过去斗3工。其实迄阵我一点仔经验嘛无，但是我到伊迄个姊妹的厝的时阵，我看到牧师已经到其实迄个时阵因先生已经过身去因为因兜是住伫迄个真比较较旧的迄个公寓，无电梯，迄楼梯真矮，所以迄个救护人员要去摕迄个担架要去来摕落来无法度。这个时阵，我看见着我的牧师将迄个先生的遗体对3楼慢慢挨落来。然后来放伫即个担架顶面，伊甲牧师娘较替伊换衫，整理好势，送伊去殡仪馆。我看到即幕的时候，我心中实在是真感动。这牧师将信徒当作家己厝内底的人咧关心，我就对上帝做一个祈祷，讲如果若有可能。我将来嘛要做即款的牧师，伫教会中间，透过这长辈的引带，我重新明白家己的价值。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人生无一定完美，生命中间每一件代志也无一定完全。但是，上帝互咱除了家己的家庭以外，可另外有一个主内的大家庭，就是咱的教会。互咱会当透过教会即个家庭来得到福气，来得到帮助。所以牧师今仔就是望用这主内家庭，甲大家分享。咱教会这主内家庭应该爱产生什么款的功能？一般的家庭应该有以下4种功能。第一种就是生育的功能。家庭中间透过传宗接代，一代传一代，透过生产，互即个家族会通延续落去。所以家庭有即款的一个功能。但是即马到现代真侪即结婚了的夫妇无想要生囡仔。其实这是一个咱的国家的危机啦，国家的危机。大家毋知影，咱伫旧年2023年，咱的新生儿有偌济，大家敢知？拢总生13万。伫我出世迄当是43万。其实迄个时阵民国50几年甚至到60年，拢每一档的出生的人口拢是40几万。即摆已经剩13万，去年是有史以来上低。咱去年有20万左右的人过身，所以人讲台湾是生不如死的国家。所以这是一个危机啦，所以咱政府就用真侪补助鼓励大家爱生囡仔，这是家庭应该爱有的第一个功能。
第二个功能就是教育的功能。教育毋是单单是学校的责任，家庭负更大的责任，特别是对囡仔的价值观、信用，甲面对代志的态度。家庭幼儿园是即款教育的中心，而且家庭的教育会影响一个人上界久长的时间，影响伊的一生。所以家庭应该要有教育的功能。第三，家庭要有心理的功能，就是要保护、照顾家中的成员。咱的人生中间拢会拄到失志、悲伤的时刻。伫拄到困难的时阵，咱拢望讲会当找一个避难所，互咱伫遐暂时休困、重新复原。一个健全的家庭，就爱提供即款的功能，互受伤的人会当伫家庭中间得到温暖、得到鼓励、得到关怀、得到照顾，互伊对这受伤的中间来成长。这是健全的家庭应该爱有的功能。我过去伫富强教会咧服侍的时阵，捌有一位长老，平常时看起来是真开朗真快乐。甲伊深交了，较知影伊过去是一个真严重的忧郁症的病人。但是我著看伊即摆都无成我著来请教因为我知影忧郁症要治疗，改成是真困难我讲你为虾米亲像有即款的改善？伊甲我讲有三个真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伊照时去看医生，照时食药有控制条。第二，就是教会兄弟姊妹真用心替伊祈祷，伊知真侪人咧替伊祈祷。最后一个，就是伊厝内底的人对伊的支持。伊讲伊一摆实在是忍受袂了，食安眠药食几罐来食落好甲再有救倒来。讲困3暝3日，起来了伊的老爸迄阵70几岁，甲伊讲一句话讲。你无论安怎，我永远袂放下你。伊讲伊老爸来讲即句话了，伊的心煞开去。伊知影有一个人真心咧听伊，伊知影伊无孤单，所以伊就渐渐伫即个过程中间来恢复。所以家庭应该要有一款保护照顾的功能。第四项。家庭要有经济支持的功能，意思就是讲，当囡仔细汉的时阵，家庭中间的家长有能力去工作赚钱，应该爱供应这囡仔经济上的需要。当一个健全的家庭，当这囡仔大汉了，这家长已经年老，才做长辈。已经无法度去工作，囡仔就爱来支持这个过去支持因的长辈，所以家庭要有这经济支持的功能，这是一般的家庭的功能。咱再来看，教会是主内的家庭，拄则所读的圣经安尼讲，保罗讲，这个家就是永远我。上帝的教会，所以保罗将上帝的教会来比评做一个大家庭。信徒是兄弟姊妹，伫教会中间，大家通透过彼此的关心、互相的分享，来享受家庭的温暖，来展现出家庭的功能。所以家庭嘛爱有主内家庭，嘛爱有。
拄则所讲的迄4种功能。第一种功能就是生产，教会爱生产出新的圣徒。咱看见着保罗对加拉太地区的信徒安尼讲，伊讲：我的囝，我搁一遍亲像母亲为恁忍受生产的痛苦，一直到基督的特性伫恁的生命中间形成。保罗讲，伊亲像一个家庭中间的母亲，生产囡仔。母亲生产囡仔爱忍受迄个生产过程的痛苦，这痛苦是有目的的，就要将这囡仔生出来。保罗讲，伊忍受这痛苦是为着，互基督的特性伫信徒的生命中间形成。意思讲，伊为因劳苦，莫栽培这个信徒，诚做圣徒。这互咱两个提醒：第一，就是教会中间对内爱培养门徒。咱拢知影，信仰是第一代，无迄个第二代。咱每一个人拢爱家己为着咱的信仰负责任。教会爱通过培育来坚固信徒，来互信徒的生命会当更加成熟。所以这是第一项。对外呢？对外爱生产信徒。咱拢知影，以马太28章19节，这是大使命。主要所讲，所以你爱去，互万国万民拢做我的门徒。所以教会毋简单将注意力看伫目前厝内底的人尔，应该将眼光也放伫教会外。也未认捌耶稣的人，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咱伫新的一档中间，牧师团有定3个目标，因为咱今年是咱设教711周年，所以咱有3个1啊，第一个目标就是一人领一人，咱期待大家拢有这款的心志。带领未信的亲朋好友来认捌耶稣。如果牧师咧讲的这个时阵，你心中可能有浮出一个人，这人是你真好的朋友，是你的亲戚，但是伊也未认捌耶稣。安尼，请你将伊放伫你今年的目标中间。咱会当成为伊祈祷，求上帝会当亲自透开因的心，咱嘛会当借着真侪机会去关心因，知影因真正的需要，慢慢引带伊来到教会，互因认捌耶稣。所以一人带一人，这是咱的一个真重要的目标。安尼咱互更较侪灵魂得救。第二项。主内家庭嘛，爱有教育的功能。教会有教育信徒和信徒长大成熟的功能。伫圣经中间，保罗安尼讲：最后，咱将对上帝囝有一致的信仰甲认捌，咱将要长大成熟，达到基督迄个完整的境界。伫教会中间，咱透过培育。互信徒的生命会当成熟，所以家庭教育的功能，甲学校的教育功能无共款。学校是用系统的方式做知识的传授，但是家庭中间的教育，通常是抽象的，是一种生命的教育，是用听做基本的教育。所以教会爱伫3个部分来协助信徒成长。第一个部分就是爱帮助信徒建立正确的信仰真理，因为一个好的基督徒的首要条件，就是爱对咱所信的真理有清楚的认捌。安尼，咱就袂互一寡异端，还是一寡听起来更像是
其实是毋对的歪理所影响。咱伫教会中间有为儿童设的儿童主日学，青少年嘛有课程，咱嘛有开设成人的主日学，拢是为着帮助大家对咱的信仰有更较深的了解。所以牧师要鼓励大家会当选择适合的课程来参加。无若简单课每一礼拜，牧师伫台下顶讲道20几分钟、30分钟，这真正是无够。咱搁爱搁较追求。第二项，教会爱培养信徒有火热奉献的心志。信仰的热诚是好的信徒的必要的条件。如果咱若对属灵的代志冷淡，还是无烧无冷，迄是相当可怕。相对，那咱有火热奉献的心志，时常激励家己为主服侍奉献，毋干那对咱服侍对象有帮助，对咱家己的帮助更加大。我是第一代的信徒。我毋捌上过儿童主日学，嘛无参加过青少年团契。我伫大学信主，上大学了，有一天我接到教会的主日学校长拍电话，甲我邀请我来担任主日学的老师。其实我歹势来讲我的程度吼。大项主日学的迄个低年级差不多啦，所以我感觉我无够资格。但是后来伫不断的邀请下面，我只好答应。结果后来我发现，伫迄段时间中间，是我信仰进步上较紧的一段时间。因为为着要教学生，咱家己先爱读遐教材，爱了解教学的内容。如果若无清楚的，我就去找资料，也是去请教其他的老师、牧师。自然而然，信仰就安尼进步。所以，咱愿意奉献，愿意服侍，咱也会当领受祝福。所以今年度有一个主题，就是一人一服侍。咱伫厝内底，每一个人拢爱负担家庭中间所有的事。毋通伫家庭中间做佣人，所以咱选择一项服侍就好。刚才你讲，牧师我啥物拢袂晓，你嘛会当来参与祈祷的服侍团队，替别人祈祷啊。总是咱会晓祈祷嘛。任何一项服侍，拢会当帮助咱伫信仰中间更较成熟。第三项。就是爱有实践的能力，兄弟姊妹必须要将所听到的真理、教训，伫日常生活中间实践出来。这是教会教育的目的。咱拢知影，信心若无行为是死的，所以需要来实践出来，才能荣耀上帝，祝福其他人甲家己。虽然每一个人应该爱善用上帝互咱的恩赐，一人做一个服侍，所以找一项服侍来做，也当丰富你我的生命。第三项，家庭爱有保护的功能。家庭中间上较重要的功能，就是保护厝内底的人，互受伤的人。有一个避难所，会当慢慢复原。顶回牧师捌着大家分享过，教会应该是一个心灵的病院，互心灵哀伤的人会当得到休困，而且复原。所以爱接受这个责任。另外，教会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爱保护信徒无受到这世间的引诱。咱看起着圣经安尼讲，主是信实的，要坚固恁，保护恁脱离迄个歹的。伫教会中间，咱追求上帝的保护，
互咱无受着迄个邪恶者的影响。其实面对这恶者的挑战，上介简单的方法，就是建立一套甲即世间无共款的价值观。保罗安尼讲，毋通甲即世间相款，爱互上帝来改造恁，更新恁的心思意念，通好明白啥货是上帝的旨意，知影啥货是良善完全，通受上帝欢喜的。所以，莫甲即世间共款，咱建立一套信仰的价值观，来抵挡即个黑暗的世代。咱亲像伫黑暗中间，咱咧行的时阵，有一道光照明咱就毋惊受害。最后一项，主内家庭爱有支持的功能。拄则讲过，家庭爱有经济支持的功能，有经济能力的帮助无经济能力的。但是伫教会，咱毋是要讲经济能力，毋是物质上的分享。更较重要的就是精神上、信仰上的支持。保罗讲，爱彼此分担重担，安尼就成全基督的命令。咱去培养真正的交通，伫主的听中间去分享喜乐，分担劳苦。其实我坦白讲，伫我成年了后，我第一遍伫公开场所大声啼哭，偷放家己的哀伤。迄地点就是伫教会。我第一遍受安慰的所在，嘛是伫教会。伫我上界失意的时阵，上帝总是伫教会中间安排好的天使，诚做我的帮赞。所以教会爱诚做信徒的支持。实践的方法，就是伫小组。咱来营造真正互人成长、互人得到支持的生命小组。所以咱今年第3个目标就是一人一小组。我需要期待每一个团体伫中间也当分做无共款的小组，来做亲密的关心。因为你一个人要面对真侪人，真困难。比如讲，咱的区目爱面对几来百个家庭，迄个关心有时阵就无法度遐尼亲密。但是如果咱有参与伫小组中间，小组较细，彼此的沟通会通较亲密，彼此的了解嘛较亲密，安尼通做较深的关怀。这嘛有圣经的根据。咱看见着出埃及记的时阵，摩西替百姓断难，百姓排队，拢咧听候摩西一个人替因判断。结果摩西也真忝，百姓也真忝。摩西迄丈人，摩西建议讲，你来分组啦，分一个十夫长来管理照顾10个人，处理因中间的问题。有真侪十夫长，佮设立100夫长、100夫长，来关心10个十夫长，1000夫长就是关心10个100夫长。一个人关心的对象只有10个，伊就当较亲密，会当较关心。所以，牧师期待咱真正会当参与伫小组。一方面，咱能得到较侪的关心；另外一方面，咱嘛会当借着安尼去关心别人。总共来讲，咱今年有3个目标，就是一人带一人，一人一服侍，一人一小组。希望咱相连这个大家庭，将家庭中间每一个功能拢发挥出来，互来到这个大家庭的人，拢会当真正得到福气。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互阮来到
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少年教会，互阮有教会生活来丰富阮的生命。求主亲自掌管。阮知阮的教会也无完全，有真侪需要调整的。求主亲自调整阮，保守阮，互阮会当将这大家庭的所有的功能，拢会当发挥出来，来荣光你的性命。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